天使加百列奉神嘅差遣到加利利嘅一個城去，呢個城嘅名叫拿撒勒。到咗一個童女嗰度，童女已經許配咗一個人，佢個名叫約瑟，而童女個名叫瑪利亞。天使一入去就對瑪利亞講：蒙大恩的女子你好，但和你同在。瑪利亞聽到這句說話就好驚，佢喺度重複諗呢個問題。天使同佢講嘅係乜嘢呢？瑪利亞，不要怕，你喺神嘅面前已經蒙恩了。你將要懷孕生子，你要為佢起名叫耶穌。佢將會稱為大，佢將係至高子的兒子。神要將他的祖先大衛的王位給佢，佢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，喺他的國沒有窮盡。冇可能㗎，我未出嫁，點會有咁嘅事情發生呢？聖靈要降喺你的身上，神的要保護你。況且你的親戚伊麗莎白已經年老咗，數年都冇得生養，依家佢都係懷孕咗一個男嬰。因為出於神嘅說話，冇有一句係不帶能力嘅。我係主的侍女，我願意照你的說話成全在我身上。於是天使就離開咗。